民間武術家聯誼會總會嘅副會長。好。佢亦都係我哋中山市首屆武術協會嘅選任嘅主席係總教練兼領隊。我哋俾啲掌聲鼓勵佢。馬師傅已經60幾歲啦，我哋好，哇，犀利啊！好，多謝晒，哇，真係犀利啊！哇，呢個中場咧，呢個中場有一個高潮嘅疊起啊！馬師傅表完之後，由蕭師傅表演嘅係劉家拳啦呢兩位人物都係我哋中山嘅嗰個大師級人物嚟嘅好，掌聲鼓勵。蕭永定師傅佢表演嘅係劉家拳，係我哋廣東省紅樓菜李莫中山劉家拳嘅傳人。我哋能夠欣賞到佢嘅咁精彩嘅表演，係我哋嘅福分。我哋掌聲多謝佢嘅表演。曾經獲得04年、06年全國華夏武狀元爭霸賽嘅金牌得主。哇！你睇佢打到虎虎生威，點點發勁啊！下一個由汪錦江準備。哇！認真犀利啊！好，我哋俾啲掌聲鼓勵蕭師傅。喺我哋今晚嗰個晚會嗰度咧，馬師傅同師傅喺嗰個中場嗰度咧帶起個高潮好，多謝蕭師傅咁精彩嘅劉家拳表演。